先生，请问有去哪？哎，我讲，你去客家人啊？俺妹去客家人诶。好，按度好。嗯。在到人都客家后生啊，该你要去哪边啊？哎，我要去那个台北茶站嘛。哦，台北茶站呀。哎。该你要赶时间嘛啊？哦，唔丢紧唔丢紧啊，你听听的事啊，一切以安全第一为考量就可以了。上次啊，我有读到银行啊，一上车都紧冰冰的，一直催我快。安全啊，不违规才是最重要的嘛。哎，现代人啊，就是因为都太忙碌了，所以都是在赶时间，一上车就是要赶啊。可为了赶时间，万一赔上一条命啊，还唔记得啊。我唔错啊，我最中意啊，创业人的银行啊，讲道理。哎，刚有去台北茶站筹货茶呀？啊，不是，因为我跟朋友约在那边要吃个饭啊，所以不会很急，准时都就好了。哎，啊，唔过哦，你喺吃茶的时间哦，可能冇办法保证你做得准时到哦。哈啊，真的吗？那现在吃茶这个，那要多久才会到啊？保守估计哦。啊，可能差不多还要30分钟哦。啊，你付一餐哦？30分钟啊！啊，哎，那这样子可能会真的来不及呢。那该怎么办啊？那我们只好转小巷子，超捷径哦。哦，所以你们一定很会认路哦。哎，如果说是路痴的话，大概就没有资格可以当你们计程车司机了。冇嘛该啦，要正来都要条路没？哦。喂。啊，你们到了，我快到了。对，因为我现在路上有点塞车啊，你们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我马上到，好，待会见，好，拜拜。哎，到了。哇，谢梦宁啊，辛苦你了。不会。给多少钱啊？130块。哦，130块啊。安志 C 哎，哦，祝你生意兴隆啊！所以啊。太赶好，还赶饭，你看看，连塞车都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哟。你要去哪？台北茶站，听听的事，食茶，來唔切，該安用辦。